对呀，那个打气啊。可以啊，地方去也是有活动啊，我们就会去那个湿地那个度假村那边，107去。在哪个位置？叫我在哪去哪？他有。好，来，你在写的这个里面，你这个东西里面把它打下来，它这样会起势。对，你这个东西要把它弯下去，这样，哦，给它吃到手。你的这个就这个弯下来一点，这个要盖起来。哦，把这个再拿起来。因为要做很大哦，比较好使。再好，这边再绑，反正你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，都要绑，这边再一个，再一个。你要知道怎么做。你看我基本动作。对哈，你有没有手机这个提议？我有跟他讲，我就想告诉你啊，我先做了2次，回家的，有的老师不想参加就回家啦。还好你有这个机会，你就像，很棒。然后我们12月初有的时候，我们就带剪刀、铁丝，我们在这个去了，刚刚那个小屁。对，我们就地野外扫地。先约好了，3天好，排队是头对头，这样哈，这样头对头。如果还有，你可以再绕一次，哎，多轮转，那你再转，还可以拉你就拉，对，这样。可是叉，可是不行，先交叉，哎，这样叉拿给你，等还，哎，对啦。到这个很粗的铁丝，你们这个不好用。要你们进去，哥哥拿我当时哥哥哎那cuma tu, lalu hani nuk cuma tu. Hai, kalau kita sempat tak betul han. betul 你看我这边盘，两把炖好，差不多要有几公分，然后再。对，还没多大的，然后再给等等，然后比较长多，然后每一个都要一样长哦。
难。嗯。哦，那个也过来给他，也它有可以拉啊。本来不拉。哎，你用那个也很好用。家人以前都要会做，以后当妈妈了，这个炖好这么多。对呀、它的很少，你不要剪那么多哦。对，不是，然后你不是剪粗的，你这个外皮，你然后要把它那个剪掉的，所以你这个地方一定要这样子。你们这个也不要拿，可以拿这个里面的，这样，哎。好啊无？贵哦，哎呦，你阿妈呢？你阿妈哦。哎呦。哎呦。请问，这里还会多少？那个哈会对呀。你看这个过来嘛，好。等下你再准备这比赛。有那个这样子，这样吗？是吗？不是，我往上去呢，往下面。哎，你看呢？你首先是2个嘛，然后哎，你那个再加你就下来，再加你就下来，再加这个对对。哎，你一直往上去就不对了。非常保健的店。你看，长起来。对。慢。只有2个，我把它扎针。第3个就往下来，1公分，再往下来1公分，这样。三个不同的层次。好，你来拿这一个扫把去那边。好的。哎，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了。好的，感谢有你。你看，首先2个，再下来，这样。哎。是技术传承。慢慢找，轻松。慢慢。我飞走了。我们自己绑，要自己绑了，要练习。会。对。自己练，自己做的，不要把它弄。哎呦，好了。嘿。Hello。哎。怎样？姐姐会写。你看了，做到好了。要剪呢？要剪掉。
啊。现在呢，这个长度，大家看一下，你如果很高个子的人，你要扫地的时候不要很弯腰的话，你这个长一点。还有什么都可以，不然还要上来摸。如果你是很矮的白领者，也可以个蹲的，所以你看，最后一个把一个接，一个结，一节后，最后要放一个吊吊，要放一个吊在那个脚壁，这样子可以保持我们的扫把不会弯，以后每一次扫的时候都好扫。有长着吗？这边粗的，所以里面这个要组合的时候就要用这个了。组合的时候要用这个了，这个粗的，这个是那个小把的。那多，ini kan yo.好，看这里这个完整了哈。好，来这边下面，大家看，扫把的尾巴有不整齐的地方，稍微剪掉，不要剪到这样啊，不要剪到这样，剪那个尾就好了，尾巴，这样子哈，不要剪得太多，不要太明显的平，助懒的美。要助懒的美哈，助懒就是美。自然哦，自然的。好了吗？你看看有没有漂亮？这个是我们送给老师，我们送给凯明老师。我会拿给书写。不会吗？谢谢。不会出吗？不会。不用。哦。我也帮老婆扫了。对啊。哦，好扫呢。好扫啊。交给你了。可以啊。